大家好啊，今日係4月18號4點鐘嘅時間，預計咧呢條片出街咧，可能就禮拜5啦，或者禮拜6嘅時間啦，咁會出街嘅。咁咧今日咧就我唔會做直播啦，咁所以咧就想拍一條片啊，即係輕鬆少少，咁講下究竟咧即係而家喺一個咁樣嘅九運大時代裏面咧，點樣可以做到財富自由？咁我諗過往啦，即係如果大家係60後、70後、80後其實咧你哋都有好多機會咧，可能喺香港嘅樓市裏面咧已經係財富自由咗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啦，如果你而家係財富自由咗記住咧唔好手痕走去用你成副身家咧去投資好多危險嘅地方啊！我哋今日咧都會講下有啲乜嘢即係財富陷阱會令到你咧由財富自由咧就變翻唔自由。同時間如果你仲未財富自由嘅話，究竟喺九運裏面你可以做啲乜嘢呢？咁我哋今日咧就會探討下，究竟喺九運裏面有啲乜嘢嘅投資方向咧，可以幫助到你咧就財富自由嘅。當然啦，呢條片開始之前咧都要同大家咧講翻個免責聲明。咁呢條片嘅內容就唔係投資意見，唔構成任何投資產品邀約，純粹係我自己個人分享嘅啫。咁喺上個禮拜啦，咁都做過一集咧嘅錄播咁呢一集嘅錄播啦，咁我都邀請咗其中一個朋友，阿 Mas 啦佢咧好犀利啊！咁我哋即係呢段時間咧，去拍呢一個節目之前啦，咁咧我都有問過下身邊嘅朋友，喂，其實你哋覺得幾多錢喺香港係可以財富自由嘅？咁咧通常咧嗰個銀碼啦，就介乎喺2000萬到5000萬左右咁可能又視乎翻究竟你會唔會係有下一代啦，係嘛？即係或者有上一代需要供養咁樣樣。即係同埋每人嘅生活嘅 style 咧都唔一樣嘅。所以咧就可能會有啲 variation。咁但係咧我呢位即係炒期權好叻嘅朋友啦佢可以簡介下少少啦。佢上年咧就買呢個 Tesla 你 call 咧就賺咗80倍基本上就可以令到佢咧即刻成為業主咁樣樣當然啦，即係我諗我係咁多個朋友裏面唯一一個我唔擔心佢買樓係會跌嘅人嚟嘅因為咧即係基本上我都好相信咧佢咁樣炒法嘅話咧過多1年半載咧佢已經還晒成個窿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就唔會睇佢擔心嘅咁同埋喺同佢交流期間啦都即係發現咗佢係有佢獨特嘅 talent 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投資咧都會好着重就係我要睇升定睇跌咁其實佢冇乜呢一種 mindset。咁我都會即係都同佢傾緊啦，都會邀請佢咧就喺我哋嘅會員專題嗰度啦，同大家分享究竟喺呢啲咁波動嘅市況咧，其實點樣做可以有機會潛在係揾到大錢嘅。咁但係 anyway 啦，即係始終唔係每一個人咧都中意做短炒，或者都唔係每一個人咧咁叻去做短炒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講下即係嚟緊啦，或者而家個市場同埋個環球經濟、環球局勢發生到咁樣嘅程度，係嘛？開始股債匯三殺，係嘛？即係無論你睇港股、美股或者係 even 係講緊美國國債，係嘛？被譽為最安全嘅資產咧，都係受到挑戰嘅咁你話喺九運呢個咁即係變化大嘅時代，我哋係點樣去處理呢？咁當然啦，如果我哋首先睇翻而家嗰個環球局勢咁你會見到譬如好似阿 Donald Trump 咁樣係嘛？咁即係之前就地圖炮所有國家都打，咁但係咧你會發現打下，喂，其實唔係喎，好似最終咧而家加得最多關稅嗰個咧係中國。咁雖然中國都有即係推一啲嘅反制措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而家嗰個所謂嘅環球局勢係全球 GDP 排第一同 GDP 排第二嘅國家咧，係發生一個咁大嘅衝突嘅時候咧，其實可想而知。呢個都只係講緊經濟上啫喎，係嘛？咁另一方面啦，即係如果大家要留意新聞，係嘛？好似講咩胡塞武裝美國人又話係呢個，即係佢哋有份去，即係中國有份去 support 嘅咁即係究竟你見而家 Donald Trump 打嘅呢一手牌，又話要將
製造業搬翻去即係美國啦嚇。咁但係其實現實啲咁講嚇，你冇理由話做波鞋、做件衫都要搬翻去美國做嘅嚇。我相信咧佢嘅戰略目的咧就係萬一真係有機會有一日係要開戰嘅時候嚇，你冇理由所有嘅零件所有嘅嘢咧都係由你嘅對敵嘅國家咧去生產嚇。咁所以咧我諗呢個係佢真正要將製造業回流美國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冇人希望打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即係而家佢行緊嘅方向的確就係咁。咁當然啦，即係關於 Donald Trump 嘅所有政策或者佢嘅方向其實我喺過往嘅直播咧都有詳細同大家去講。咁我今日咧就唔會 cover 呢一個部分，我哋反而咧就從一個即係先從一個週期嘅角度啦，去思考呢一個財富自由嘅問題。咁啱啱頭先都提到啦，如果係嘛，我哋講過往而家就叫做九運啫嚇。我哋過往喺即係呢個七運同埋八運嘅時間其實亦都係當其時係一個叫做全球化興起得最蓬勃嘅時間嚇。咁呢個咧，我諗大家即係睇呢個所謂嘅出口貿易嘅 GDP 咁你其實就會都係同樣咁樣發現得到嘅嚇。即係如果你計翻由1980到即係呢個嘅最近嘅呢段時間啦嚇，即係如果你話講去到九運基本上喺八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到咗個頂峰。咁而家咧，其實環球貿易咧已經係開始咧就出現咗一個下跌嘅啦嚇。咁所以即係當然啦，大家見到李嘉誠去賣港口，咁唔知道佢會唔會係出現一個即係叫做 multi-purpose 啦嚇，即係除咗個政治形勢之外就係環球嘅貿易咧，其實都係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咁所以佢亦都即係思考咗呢個問題之後咧，係決定要將大部分嘅港口賣晒出去咁樣咁大家知啦，永遠成哥都係賣嘢賣得最好，走咧係走得最快嘅即係佢亦都係選擇喺佢嘅時間點咧係 exit 得最好。咁雖然而家唔知佢單 deal 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到，但係咧即係我相信成哥嘅眼光咧，其實都話咗俾大家聽咧，環球嘅經濟喺未來嘅可能10年嘅時間咧都唔會係一個風平浪靜嘅時勢嚟嘅咁你話喺一個即係以往係嘛，我哋講話喂，八運香港人最簡單就係你唔好買，你唔需要買股票添係嘛，即係你淨係炒幾層樓你就可以發達㗎啦。咁當然啦，港股都有港股好嘅年代嘅咁即係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啦。點解我唔傾向即係去炒港股或甚至乎我係近年 exit 埋唔再搞港股就係因為如果我係真係需要所謂嘅達成一個財富自由咁我哋去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當然即係會去諗一樣嘢，就係你一定係要揾到一個最大嘅倍數俾你先係可以做到個財富自由嘅咁當然啦，你話喂，我副身家已經係2000萬㗎啦，係嘛？正如我哋頭先咁講2000萬變5000萬咧，我就夠㗎啦咁樣。咁其實你都係距離呢個財富自由已經係非常近嘅人嚟㗎啦咁我諗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你話你嘅身家係 under 即係1000萬甚至乎係少於100萬嘅時候，咁你究竟點樣可以做到財富自由咧咁其實係如果你係即係純粹從一個數學上係嘛，你基本上咧係要揾到一個10倍甚至乎最好就20倍嘅一個回報。同時間咧，你係要你去做呢個投資嘅時間咧，你唔好咁快走係嘛，即係你要真係等到佢升到10倍或者20倍咁我諗幾樣嘢啦。第一，你要真係必須要有咁嘅耐性，同埋有一個全盤嘅計劃你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唔係話就咁聽邊個講求其買隻股票咧就好容易咁樣做到我諗喺而家呢個時勢咧更加困難咁當然啦，你話港股點解我去選擇放棄就係你會發現啦，港股過往我哋近20年嘅大時代係嘛，即係例如所謂咩大時代，大家就係聽呢個即係2014年嗰下爆上去係嘛，咁咪大時代咯係嘛，即係所謂嘅港股大時代係嘛，咁跟住下一個大時代升到上去3萬點咁咪就係2018年咯咁你話最近嘅一浪比較好嘅升市啦，就係 Covid 之後。2020到2021咁其實咧呢一張圖點解我會攞出嚟做對比咧？如果大家過往有睇過我嘅直播嘅話咧，其實我都講過好多次
就係基本上咧係睇住中國嘅30年債息咧，你就知有冇牛市會出現噶啦。咁如果呢個即係30年嘅中國債息係冇升嘅趨勢出現嘅話咧，基本上咧你都唔好使點樣睇港股嚇。咁當然啦，港股唔代表冇股票係值得投資嘅嚇。即係就算我自己唔參與啦嚇，好多會員都會成日問我嚇，咁我亦都有啲諗法。咁但係講真嗰句，真係選擇就唔會好多嘅嚇。即係你始終如果你係喺處於一個大牛市裏面，講真，你要揾10倍、20倍上升到嘅股票咧，其實係好容易。但係去到今時今日，你係咪可以咁夠膽成個倉都買港股，然之後你係真心地覺得佢可以喺未來嘅時間係真係升到10至20倍俾你呢？可能會，但係起碼你喺一個宏觀數據，即係喺一個過往嘅歷史嘅周期角度，你俾我睇到嗰個30年債息呢係真係升咗先講啦。咁如果你真係未改變個趨勢嘅時候，咁我覺得港股市場你可以靠港股做到財富自由真係靠 buy and hold 去做到呢件事呢，其實真係困難嘅，係啦。咁講完港股，咁我哋梗係要講下美股啦，係嘛？咁美股呢，咁我諗相信大家都即係最近經歷過一個咁大嘅波幅啦，係嘛？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睇呢個 S&P 嘅話，咁如果你計由高位呢，都真係跌咗2成嘅嚇。咁其實已經係符合一個所謂嘅熊市嘅定義嚇。咁即係亦都有一啲嘅經濟師講啦，係嘛？通常你會發現啦，即係個經濟開始轉慢，同時間你有啲突發嘅事件發生嘅話呢，其實係好容易帶到美國嘅經濟咧係進入衰退嚇。咁我相信啦，即係近期 Donald Trump 嘅關稅政策啦，就係絕對係即係呢啲嘅突發事件啦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又真係我去睇翻我過往自己會員專區嘅文章咧我有時睇翻咧都真係打冷震嘅嚇。點解咧？喺上年嘅11月嘅時候上年2024年嘅11月17號咁我曾經咧寫過一篇文啦，叫做寫在大趨勢之前咁我就講啦Donald Trump 上台啦，就之前我已經係講過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睇我嘅直播啦，咁或者有睇我嘅 thread 啦，咁我一早已經講過Donald Trump 係好大機會會當選啦。當其時咧，我仲做埋嗰啲咩會員專題係嘛，即係講呢個 Donald Trump 講呢個川普經濟學即係講緊上年7月嘅時候我已經拍噶啦即係我認定咗咧 Donald Trump 係一定會當選。咁當然亦都有靠分析八字或者係觀察其他嘅因素啦。咁我認為佢贏面好高所以咧當其時做咗大量嘅研究啦，就係去研究Donald Trump 上台究竟會有啲乜嘢會 benefit 到啦咁我諗大家都知我係一個黃金嘅長線好友啦咁亦都係選擇咗黃金做我最大嘅倉位。咁陣間我都會講下，即係我認為九運發達咧，其中一個都係一定要考慮啲貴金屬嘅咁但係唔係唯一一個嚟嘅咁但係咧，即係講翻美股咧大家都會見到就係即係我寫嘅呢一篇文嘅時候啦咁我都有講過就係話即係喂，今次咧呢一個嘅大趨勢咧唔係普通熊市咁簡單即係有機會咧 Donald Trump 嘅政策搞下搞下咧係真係會搞咗個大蕭條出嚟嘅咁呢樣嘢其實我之前都喺即係會員專區嗰度啦，有同會員分享過，就係話喂，其實九運可能真係要翻去過往歷史去睇翻1929年即係當然啦，我喺過往嘅直播都有講過，大蕭條嘅發生咧就唔係因為關稅，但係如果你個經濟已經係開始轉弱，有好多嘅因素變差嘅時間底下，你仲搞關稅嘅話咧，其實你係會延長咗嗰個衰退嘅時間咁我諗呢個咧就比較確定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按美股嚟講我另一個覺得即係未來美股咧係會進入一個週期熊市嘅睇法咧，都唔單止係我自己嘅諗法嚟嘅咁其實有一啲好出名嘅即係投資大咖啦，即係例如呢個索羅斯啦以前嘅一個 partner 即係而家獨立咗出嚟做即係 fund man 嘅 Stanley Druckenmiller 啦咁佢都有講過即係美股根據翻而家一啲嘅宏觀嘅經濟因素即係包括咗人口老化啦同時間就係美國嘅債務問題啦即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嘅債務係嘛，即係我開一個呢個叫 US debt clock 俾大家睇咁其實而家已經係接近一個37個 trillion 即係37兆美金嘅一個
債務噶啦嚇。咁好明顯就係所謂嘅海湖莊園協議啦，係嘛？即係好多 hidden 嘅嘢啊，其實根本就係要即係美國係唔可以再做呢個世界嘅大佬嚇。咁你可以想象就係因為做呢個世界大佬，其實你係要付出錢嘅嚇，即係你係要靠錢去維持呢一個大佬嘅呢個地位嚇。咁所以你會見啦，即係我哋最關注美國嘅其中一個支出啦，就係軍費係嘛，同埋呢個還利息嘅支出嚇。咁而家還利息嘅支出已經係多過個軍費㗎啦嚇。咁但係其實對於美國嚟講啊，如果你真係從美國嘅國家利益出發，其實兩樣嘢你都係要減嘅。咁如果你兩樣嘢唔減嘅話咧，其實你根本係持續唔到落去啊！即係嗰個所謂嘅做世界大佬嗰個成本其實係非常之高嚇。咁當然啦，唔係話美國唔做就中國做嚇，即係中間我相信一定係會進入一個比較混沌啲嘅狀態嘅。即係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好單一思維咁認為美國唔做就係中國做嚇。即係咁呢個世界即係大家都會互相去觀察大家嘅 reaction 嚇，同埋呢個所謂嘅。無論係關稅戰啦，或者講緊中美嘅博弈啦，好明顯係會維持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往冷戰嘅歷史咧，你就知道，喂，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講緊美股啦，甚至乎我哋即係喺今年嘅年頭啦，或者過往2-3年啦，其實我都不停咁樣即係同大家講，喂，真係唔好搞美國嘅長債喎，係嘛？咁我自己都睇啦，即係個債息啦係會升啦。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又可以觀察翻啲宏觀嘅數據。咁我諗我呢個 channel 啦，好多時候除咗用一啲技術分析去判斷究竟應該買、應該揸應該點樣追揸沽之外咧，我諗我嘅專長啦，真係用一啲宏觀嘅經濟數據同埋一啲宏觀嘅指標去觀察究竟一啲大趨勢係會喺邊一度發生咁好簡單嘅，即係點解同大家講話唔好掂美債咧？如果即係大家炒美股嘅話咧，好多時候都睇呢個 VIX 咁但係如果你睇一個美債嘅投資者咧，其實你係會關注另一個 index 就係所謂嘅 Move Index。咁呢個咧就等於係即係喺美債嚟講啦你可以當佢係美債嘅 VIX 基本上就係佢去 measure 佢嘅波動指數。咁你會發現咧每當個波動指數係高過即係長期咁樣高過100嘅時候咧通常咧係會有啲問題發生嘅咁例如係啲咩咧例如你再數上一次即係唔好計而家啦，你再數上一次嘅咪就係 Covid 嘅時候啦Covid 嘅時候當然咧大家擔心就喂，你全世界經濟停擺喎，係嘛？你個個國家都封城喎咁當其時當然就乜嘢都掟咁會導致到咧債券嘅波動性增加。咁你再數上一次啦，就係金融海嘯嘅時間咁當然啦，金融海嘯當其時大家就梗係去 question， 喂，即係你美國搞唔搞得掂㗎？係嘛？因為即係當其時美國係輸出咗好多次按嘅問題啦，跟住美國嘅房地產又爆咗煲啦跟住美國金融機構又爆咗煲啦咁當其時就係靠印銀紙做 QE 就去解決嗰個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你睇下自從呢個2022年之後，其實呢個 Move Index 咧，佢一直都冇回落翻去一個正常水平喺即係我諗會員就知啦，係嘛？咁好似上個禮拜咧，有個會員就問我一個問題，就係喂，其實我哋睇美股一樣啫嘛。如果你判斷美股係一個熊市裏面嘅話咧正常咧佢個 VIX 咧係唔會好大程度上咧係落翻去30以下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喂，其實而家咪就係一個熊市嘅特徵咯即係我唔夠膽講100%個美股唔會破頂，喂，但係而家真係出現咗啲美股熊市嘅證據喎。同時間如果我哋講除咗你話炒經濟衰退或者一啲獨特嘅 event 發生而令到個美股下調之外，喂，其實另外一個炸彈可能係嚟自於美債嘅。係嘛？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如果你觀察翻美國30年嘅債息，係嘛？喂，而家又話講減息係嘛？減咗成厘之後，喂，點解個30年債息喂就嚟差唔多破頂咯？係嘛？咁你大家見到23年10月16號嘅時候，咁個30年債息係5.2，最近即係講緊呢一兩個禮拜啦，係嘛？咁上個禮拜大家知啦，即係個債市發生咗好大件事啦。如果有所謂我哋啱啱今日去講財富自由嘅係嘛？
喂，如果你本身財富自由咗，跟住你成副身家車咗落去買債，喂，其實你都損傷唔少噶嚇，甚至乎有啲有錢人好中意做啲咩啊？好中意做啲槓桿去買債嘅嘢。喂，咁你真係死多兩錢重嚇，即係可能你本身10億身家，你都可能會跌翻1億出嚟嚇，咁就係即係喺一啲錯誤嘅時候做啲錯誤嘅動作啊，即係而引致一啲巨大嘅損失。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呢一集啦，唔單止係俾未財富自由嘅人聽嘅嚇，即係你如果已經係財富自由咗咧，我諗我今集咧都即係希望咧可以俾到啲 tips 大家啦，即係你唔好做啲高風險動作嚇，搞到自己無啦啦就整得啦咁樣樣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啱啱頭先講到啦，就係個債市嘅問題啦嚇。咁喺而家即係 Donald Trump 去搞呢啲咁樣嘅政策嘅時候啦，咁其實我相信咧，即係唔單止係中國㗎，即係其實每一個國家咧，其實都會去考慮。喂，過往你都會知道就係喺全球化年代嘅運作啊，即係講緊過往嘅30年啊，就係美國啊不停咁樣去買全球嘅商品嚇，買咗翻嚟，然之後咧嗰啲國家咧就攞嗰啲美金咧就會買翻美債嚇，咁佢維持翻嗰個成個所謂嘅美元霸權嘅運作。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喂，你而家美國主動咁樣去打呢個貿易戰嘅時候，自不然咧就會令到其他國家買你商品嘅嘢啦，可能會有機會減少啦，或者你輸出去嘅時候，你咪即係你揾少咗美金嚇，咁你就其實會調翻轉，你會令到買長債嗰個需求咧，其實係會出現下跌嘅嚇。咁而另一方面就係，喂，如果你嗰個30年債息係咁升，你可以想象而家呢一張圖啦，就顯示咗啦，就係話，喂，其實有33% 嘅美債咧，其實係其他國家去買嘅。即係唔係美國自己本土擁有啦，即係唔係嗰啲pension fund 啊，或者係政府啊，或者係啲銀行，即係美國銀行，即係佢哋焗住係要買美債噶嘛。而家金融海嘯之後，咁另一個情況就係，喂，如果大家諗到一個情況就係美債係會出現下跌，係嘛？大家睇住個30年債息咁樣下跌嚇，even 香港金管局都買好多啦嚇，即係亦都係有好多美債啦。喂，其實佢哋係會掟翻出去嘅，即係如果我知道你個美債個價格喺一段短嘅時間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下跌風險嘅時候，嗱咁，喂，其實真係一個即係對於好多國家嚟講，係嘛？嗰啲錢都係國民辛辛苦苦揾翻嚟，或者啲稅收嚟嘅。喂，其實佢哋都即係唔單止個人理財係要講規律，係嘛？國家理財都要講規律噶嘛，你唔可以幫國民輸咁多錢噶嘛。咁喺呢個時候，全球央行就會加快咁去掟啲美債出去啦。咁所以咧，即係未來啦唔知會唔會發生一樣嘢就係即係美國係會出現一啲即係債息急升嘅情況而導致咧係會有啲危機會產生嘅咁所以啦，即係如果係真係出現呢啲咁嘅 scenario，咁我相信個股市一定係都係會有 impact 嘅咁所以咧，美股過往當然啦，啱啱頭先所講，你可以吸到全世界嘅錢，除咗啲人即係同你做完生意啲錢留喺美國或者留翻去美金跟住即係一係就買美債，咁另外就買美股嘅啫，係嘛？咁過往嘅週期裏面的確亦都係會發生一啲情況，就係喂，美國經濟相對差其他嘅新興市場咧可能係會更加好嘅咁所以啦，即係如果你話呢一個嘅環球貿易嘅趨勢，即係或者係一個咁樣嘅結構性嘅改變嘅時候咧，咁大家可以想象就係喂，其實今次美股個熊市喺過往歷史上邊啦，係嘛？咁一般嚟講，你話2008年金融海嘯嗰隻嘅，咪跌一半咯即係多數熊市就係跌30%至一半到啦。咁但係喂，其實真係唔可以排除一個可能性，就係你玩到大蕭條咁你真係可以跌到80%喎，係嘛？咁所以千祈唔好諗住跌少少咧就去撈貨啦又或者係做呢個DCA 啦即係做月供啦咁即係你有好多人中意咩月供 VOO 月供 TQQQ 咁樣樣咁其實即係唔可能呢一種做法如果你真係出現一個咁深度下跌嘅熊市嘅時候唔單止咧佢係唔可以幫你做到即係財富自由咁。即係甚至乎咧，可能令到你有巨大損失都唔出奇同埋大家知啦，即係今時今日
所謂講啲基本面嘅嘢其實你就係一個政策就可以改晒噶啦。咁所以你見到呢份啲大行係嘛，即係出完份報告就話哇會唔會係衰退啦係嘛？即係大家知喺4月9號嘅時候出嘅啫，高文12:57，喂轉個頭2個鐘頭之後，Donald Trump 係嘛又話喂停一停先，停90日先跟住又出翻份報告係嘛，嗰日個股市又升12隻咁樣咁所以咧你即係而家你話純粹去分析個基本經濟咧，你好難即係做到操作嘅，坦白講但係呢啲咧其實即係升12%咧，其實呢啲都係一啲熊市嘅特徵嚟嘅即係過往咧牛市裏面咧係唔會有咁大升幅往往出現咁大升幅嘅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嘅熊市先會出現咁所以啱啱又講多咗個所謂嘅熊市嘅一個 indicator 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即係美股稍後時間會唔會再有一個深啲嘅回調咧咁如果係嘅，甚至乎即係回唔夠嘅，可能回30%都未停得手或者回50%都未停得手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咁早諗住咧就去撈貨啦咁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唔好話財富自由即係你距離財富自由呢個目標咧就可能會越嚟越遠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啱啱頭先都提到啦，喂，其實如果講到咁我哋有啲乜嘢選擇咧咁當然啦，即係除咗黃金，我諗大家都知道之外啦，咁我都想喺度啦，即係分享，即係我覺得未來真係喺九運裏面有機會財富自由嘅4個方向啦。咁啱啱頭先提到啦，如果我哋從一個 geographic 嘅角度首先即係從一個國家層面嘅角度啦咁我覺得中美打交咧你喺中美嗰度要揾一啲資金聚集嘅地方去炒咧其實比較困難嘅即係我覺得無論係港股又好啦，美股都好啦未必係一個最佳嘅選擇。如果你從一個地域上去觀察嘅話，咁反而咧，我認為某一啲國家咁當然啦，即係大家要去自己做研究啦。咁我當然我有做過啲研究喺即係會員專區度分享過嘅。咁但係其實大家用下個腦去思考下咧，你都會揾到嘅呢個世界咧，總會有啲國家咧係食食兩邊飯嘅即係或者調翻轉佢冇咁黑人憎嘅即係你話有冇啲國家中國又唔會認為佢係敵人，美國又唔會認為佢係敵人咧咁絕對係會有咁好簡單，即係而家所謂嘅叫中美脫歐係嘛？你將個關稅加到100幾個%，講真嗰句，你邊有人直接中國同美國自己做貿易啊？係咪先？即係你就算係嘅，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你都會選擇第二條路去走啦，係嘛？即係你用第三方國家去同美國做生意啦。咁所以咧，我會覺得總會有一啲國家咧係會取代咗中國過往一個所謂叫製造業大國嘅一個角色當然啦，佢做嘅產業可能都未必係一啲即係叫好高增值嘅嘢。咁但係咧，佢真係可以食到呢一浸水即係佢係攞到着數嘅即係佢喺呢個所謂嘅中美脫歐嘅情況底下咧，呢一啲嘅中立國家啦，佢可能會有好多嘅資金流即係無論係去投資嗰個國家又好啦，或者令到帶動嗰個股市都好啦總會有啲國家咧係受惠嘅咁所以兩個大佬打交咁大家咪諗下隔離邊個細佬係會攞到着數咯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方向。咁其次啦就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啦。咁我諗過往即係大家經常都睇住呢個 Nvidia 啦係嘛？咁我較早前如果大家有密切關注我 Thread 嘅話咧，咁我都曾經即係見到有一個網上嘅朋友係嘛走去買 Nvidia，覺得自己會發達嘅咁我心諗真係唔好傻啦即係經常都有一種理論嘅，就係話好似過美國掘金潮嘅時候係嘛，最發達就唔係掘金嘅人，最發達就係賣鏟俾嗰啲人掘金嘅人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喺人工智能發展嘅初段，Nvidia 係已經炒上去嘅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炒到今時今日係嘛，你又即係而家大家見到最近嘅政策啦，就係諸多限制啦，開始同埋即係中國所謂嘅呢個 DeepSeek，你無論唔好理佢係咪真係即係完全冇用 Nvidia 嘅晶片都好啦但係大家都會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當人工智能發展到去而家呢個 stage， 其實好多公司講就話講係即係人工智能，但係最終其實你見唔到有好多間公司咧係可以反映翻喺佢哋嘅盈利嗰度咁所以我會認為
而家即係如果我哋睇翻過往歷史嘅周期裏面，就有少少似咧喺2000年代即係 Tech Bubble 嗰段時間係嘛，即係求其你篤個手指話自己有個網頁咧就炒晒上去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過咗2000年到2003年嘅時間啦，即係香港個 Tech Bubble 都爆咗啦，係嘛？當其時港股係嘛？咁美股就即係更加係有個好深嘅下調嘅嚇，即係當其時納指都跌咗70%啊，咁變咗。如果你話真係過咗呢個熊市之後呢，咁我諗一啲嘅真正人工智能應用嘅公司而佢係真係可以賺到錢嘅話呢，咁呢一類型嘅嘢呢，我認為係真係會有得炒嘅即係真係有機會可以俾你喺呢一類型嘅公司嗰度呢揾到10倍或者20倍嘅回報咁但係當然啦，我諗個前提係要過咗今次嘅熊市咁同埋個方向啦，即係具體有啲乜嘢呢？我個別都有喺會員專區有分享過嘅咁呢度就唔多講啦除此以外啦，即係講咗即係因為可以受惠到中美脫歐嘅中立國家同埋人工智能應用之後呢，咁我認為就係中美脫歐另外有一啲受惠嘅產業啦，就係都係同商品類有關嘅嘢咁因為過往啦，其實商品嘅周期咧都好獨特嘅。咁我其實之前喺會員專題都分享過呢一張圖你會發現啦，即係其實喺過往嘅歷史周期咧，總會有一啲時間咧係去炒商品嘅咁今時今日啦，即係大家知道金價破晒頂，我唔需要多講啦，係嘛咁就都接近即係雖然未係破歷史新高咁但係都即係挨近係可以即係有一個上升嘅 uptrend 啦咁就算唔係嘅，你譬如睇翻好似講緊啲銅價啦咁其實咧銅價啦都係挨近一個歷史新高水平咁所以咧喺一個即係特別我哋講中美脫歐嘅一個時代咧你會見 Donald Trump 點解要去搞呢個格陵蘭咧其實佢就係想攞稀土或者係攞啲所謂嘅 critical metals咁呢啲嘢咧其實因為中國佢本身就係全球一個最大嘅供應量嘅國家啦咁而家如果你講到係中美脫歐嘅時候咧，咁各自就要去自己即係各自就去關注翻自己嘅供應鏈嘅時候咧咁呢啲咧就變咗係有機會係有得炒即係因為始終佢 limit 咗佢嘅供應喺度咁變咗咧，我覺得有一啲嘅商品啦，即係無論係一啲大路啲嘅商品或者一啲戰略上啲嘅商品咧其實都係會受惠到今次呢個中美脫歐嘅呢個浪潮嘅。咁最後啦，即係我諗重中之重啦，我諗大家睇我呢個 channel 係嘛，我哋講呢個黃金都真係講咗好耐時間噶啦。咁我自己喺會員區啦，係嘛，大家睇翻呢一張圖，我係23年嘅10月28號我就講呢個即係黃金嘅專題。咁我當其時就講話未來1年會大升嘅資產咁大嘅買下啦，而家咧就變咗我組合最重要嘅資產啦即係黃金咁如果大家睇翻即係我做呢個即係做會員專區嗰個 topic 嘅時候係嘛，23年嘅即係23年嘅10月係嘛，咁基本上啦，即係當其時個金價咧都仲係即係喺大概2000蚊上下左右嘅啫即係都係挨近2000蚊左右啦即係未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由講呢個專題到而家咧其實都真係升咗好多啦即係升咗70%。升咗70%咁當中咧，我中間咧都有拍過條 YouTube 片嘅如果大家睇翻嘅話咧，我係2024年嘅5月25號拍嘅咁當其時我就講話金價3年會上6000啦，係嘛，就叫人哋喂，你買金都唔好買樓啦即係我咁講啦，喺即係關於呢個對黃金 bullish 嘅睇法。咁我諗最重要嘅一樣嘢啦，就係即係唔係話講而家講翻轉頭金價升幾多啦而係講未來個金價點解係會有咁大驅動力咁當然啦，即係大家睇翻我 YouTube 嘅呢條片，其實都分析咗好多即係一啲最重要嘅核心概念，其實我都講咗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可以細緻地去睇翻，就係好似而家我哋講緊中美爭霸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黃金都係一個中美爭霸嘅一個戰場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去觀察翻就係環球央行佢哋揸金嘅百分比咧其實去到最低嘅時間咧係2014年左右啦基本上係處於一個歷史低位
咁呢樣嘢咧，其實亦都對應翻係嘛？我哋啱啱頭先去同大家分享嘅所謂嘅全球化時代去到極致嘅時候就係呢個美元霸權去到極致啊嘛，係嘛？咁但係第一啦，而家即係大家開始去 question 呢個美元霸權嘅問題啦，係嘛？咁所以即係翻去講一個好核心嘅概念就係，喂，如果你炒港股你諗下我諗有部分香港人成日會諗住移民啦如果你全部係揸港元資產嘅時候，喂，其實港紙咪真係美金係嘛？咁美元下跌，其實港紙都係下跌㗎即係我假設呢個即係呢個聯繫匯率係可以維持到先算啦咁其實你嘅資產都係下跌緊㗎喎。所以喺呢一個角度去出發啦即係你會發現，喂，無論係個人又好啦或者央行都好啦其實當其時大家係唔會去對於成個美元系統或者美元霸權係會有任何嘅 question 嘅直至到即係2018年或者2022年2018年就係打呢個中美貿易戰，2022年咧就係俄羅斯同埋即係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嘅時候大家就開始意識到唔得即係你又即係美國大佬係嘛，就走去制裁呢個俄羅斯，即係沒收晒人哋啲美元資產咁所以咧就令到全世界重新關注翻黃金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過往環球央行係可以揸到幾多金嘅咧咁如果你話真係睇翻喺歷史上當然啦，即係好早期嘅咩1901呢一張圖係嘛？揸到90%都係黃金嚟嘅，基本上咁當然啦，你唔好話咁 extreme 你淨係講緊去翻即係大概1950幾到1970幾年嘅時間平均個數咧都係六七十嘅咁所以咧其實當其時即係我喺 YouTube 呢一條片啦我都有講過，其實你唔好話咁 extreme 啦，去翻60至70% 啦。講真嗰句，你而家要買都冇咁多金俾你買啦即係冇咁多實金俾你買咁到如果真係去到終極，大家去咁樣做嘅時候，咁當然就會搶啦，搶個價就會升啦，係嘛？升嘅話咧就即係講真嗰句6000咧都好保守噶啦，我已經。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唔好話講緊話要去翻70淨係講緊去翻一個歷史平均值嘅水平你會發現啦，而家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啦，其實嗰個環球央行揸黃金嘅比例咧，只係啱啱上翻20%嘅啫咁所以我覺得真係 still a long way to go 即係真係仲有好大嘅上升空間。因為如果你講緊一個去美元化嘅過程咧啲央行又要掟翻啲債出嚟跟住之後又要揸翻黃金因為你中間即係等於就算你話中國係一個 potential 成為第二個大佬都好啦你今時今日人民幣又唔係自由兌換係嘛？咁我冇理由走去買你啲國債噶嘛所以我覺得而家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即刻換裝嘅時候嚟嘅即係佢會進入一個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嘅，即係唔係由1就即刻變2即係你會中間有個過程咁而家你唔好講去到2先，你淨係講由1轉到另一個 stage 嘅時候。咁我諗黃金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因為始終大家都當佢係可以係一個貨幣嚟嘅咁所以成日會有一啲人會有一種諗法就喂，我買黃金冇利息㗎喎，大佬，喂，大佬你睇下黃金升咗幾多先啦即係我之前喺直播嘅時候都有 show 嗰張圖俾大家睇，就係喂，你喺歷史上你揸黃金，只要你時間揸得夠長，一定高過你做定期所以即係我自己嘅做法我過往我都有分享過係嘛，即係除咗我必要用嘅港紙咁我或者我必要用嘅即係非必須要用嘅錢咧其實我都會盡量即係你咪好簡單我自己嘅做法啦，即係我唔係一定叫大家咁樣做啦即係我都會去諗就係喂，當然啦有一啲 ready cash 咁我冇辦法嘅但係如果嗰筆錢唔係 ready cash 係要攞嚟做投資，係我真係長期擺喺度嘅資金嘅話其實你走去買黃金其實都係一個好合適嘅做法咁當然啦，即係實金又得或者你選擇 ETF 又得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啱啱頭先提到啦，喂喺中美爭霸嘅環境底下你會發現就係喂咁其實中國即係手頭上而家係爭幾多嘅黃金咧你會發現咧其實而家中國揸金嘅 reserve 啦，根據官方嘅報道咧只係5%嘅啫咁佢唔好話距離啱啱我哋頭先講咩央行歷史上揸70%你淨係攞翻個即係
環球央行嘅 average 啊，即係我哋啱啱頭先睇啊，嗰個20%啊，喂，都仲有好大距離啊！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係官方公布嘅啫咁而高敏咧，亦都做過一啲 research 啦，就係喂，其實會唔會係佢哋透過啲代理人去買黃金咧？係嘛？咁大家最近都知啦，就係即係中國央行係開放咗俾中國嘅保險公司咧，係去買黃金嘅咁即係簡單啲，即係喂自己即係一隻手買唔晒啊，大家一齊幫手啦，即係咁樣嘅意思啦。我覺得係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即係我認為唔好話睇其他國家啦即係淨係講中國都有一個咁大嘅 demand 喺度即係對於黃金佢係要追翻去一個，即係如果你話佢要成為世界大佬嘅，喂，你冇理由得咁少嘅黃金儲備噶嘛，係嘛？咁同時間我哋過往直播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啦美國自己而家都係加緊將啲金運翻去美國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喺中美爭霸裏面咧，黃金係絕對受益嘅咁所以即係你可以咁講啦，year to date 你有乜嘢資產係跑贏黃金係嘛？即係有啲人覺得 Bitcoin 係一個即係可以對沖美元嘅貶值嘅資產，喂，sorry 唔係喎，即係你見到而家黃金先至係咁所以咧。今時今日都好啦你會見到 gold miners 即係一啲金礦股咧，仍然係處一個歷史好低嘅持倉水平即係佔咁多個 ETF 嚟講，咁當然啦，過往嘅週期即係好似2011年即係講上一個 cycle 炒黃金嘅時候都有炒過咁當其時嗰個百分比咧，其實都去到挨近1.5啦咁今時今日其實連0.5都未到咁所以咧，我認為黃金嘅相關股票咧，其實都係仍然係有個好大嘅潛力喺度所以啦，即係啱啱頭先我哋講即係。貴金屬係嘛，即係講所謂，喂，你又可以升到幾多倍嘅倍數啊咁樣咁我自己如果諗大家有留意我呢個 channel 嘅話咧，其實我都講咗不下一次啦我由上年開始啦就走咗去即係開始買澳洲股票啦。我人生第一隻澳洲股票咧係上年好似9月定10月買嘅咁開頭買一隻嘅啫之後就即係開始越買越多啦跟住開始咧就萌生咗一個諗法咁我都係。即係俾呢一張圖 inspire 咗咁就係喂，原來喺1979到1980年代去到個金價升到最後嘅 stage 呢個係講緊最後嘅 stage 即係唔係講緊成個 stage 淨係講緊最後嗰1-2年嘅時間咧，一啲嘅小型金礦股咧係居然可以升到20幾倍當然啦，即係因為本身呢啲 sector 都冇炒開係嘛，即係過往10幾年我諗大家都係炒 tech 炒其他唔同類型嘅股票，根本都冇炒過即係從來都冇炒過嘅嘢咧，佢先至會有巨大嘅上升潛力。同時間就係你從一個 valuation 嘅角度即係我自己經常都同啲會員啦係嘛，我哋去即係分享翻即係阿巴菲特點樣揀股啦咁我諗除咗一樣嘢就係除咗所謂嘅護城河之外咧金礦股係符合巴菲特所有佢揀股嘅條件因為好多時候佢都係睇個 valuation 啦嗰間公司可以為股東即係或者佢自己創造嘅自由現金流有冇上升啦咁呢樣嘢絕對係冠絕所有嘅 sector 嘅即係如果你講金礦股嚟講即係佢嗰個 free cash flow 嘅增長嘅比例非常之高，債務水平又非常之低咁所以我認為佢真係符合一個即係可以翻好多倍嘅一個條件咁當然啦，唔會永遠呢個世界都炒到個金股嘅，咁我覺得但係你話即係喺今時今日喺呢一個時代係絕對有咁嘅可能咁所以咧即係喺我自己嘅諗法啦即係當然我唔一定啱但係呢個就真係我喺即係2年前開始嘅諗法啦咁走去投資啲金礦股啦咁我諗即係有加會員專區嘅會員都知即係你對一對比翻當其時我買嗰個價位啦對比而家咧差唔多已經係一個 double 啦咁你諗下只係一隻 ETF 啫即係佢已經係升咗1倍即係講緊大概都係2年左右嘅時間咁我諗絕對跑贏恒指絕對跑贏即係美股噶啦即係如果你對比翻呢個標普500指數嘅話，咁當然啦，即係喺過往啦，即係我諗除咗即係去投資美國上市或者可能唔同國家上市嘅金礦股之外啦咁我覺得除咗即係美股之外咁我諗都係要揾多個市場嘅咁所以即係正如啱啱頭先所講啦，係嘛？喂，我寧願揾一個即係中國同美國都唔係太抗拒嘅國家即係你起碼你唔會當佢敵人先
咁其實我覺得澳洲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所以我就當其時啦，即係當然亦都有另一個考慮就係、喂，如果美金跌咁澳紙升咧咁我咪可以有機會賺到一個 extra 嘅回報咯即係如果我個本幣最後都係一係港紙一係美金嘅話咁所以咧即係當其時就有個諗法啦，就開始喺今年嚟講啦，就慢慢去真係建立一個一啲小型礦業股嘅組合啦。咁當然啦，亦都包括咗啱啱頭先所講有兩個 sector 噶啦即係一個貴金屬同埋中美脱歐受惠嘅商品因為一啲嘅戰略，即係例如稀土即係例如一啲咩所謂嘅 critical metals 咁嗰啲咧，其實亦都喺澳洲市場咧，其實係容易揾到嘅咁同埋即係之前我都有分享過啦，即係你炒澳洲股，起碼你唔使捱更抵夜先你炒美股好慘即係你真係唔使瞓嘅，基本上咁所以我覺得澳洲市場啦，一個生存喺香港嘅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所以除咗即係潛在啦，有機會我自己都係 target，喂，見到真係有機會係升到20倍甚至乎你見喺上一個 cycle 咧，呢啲嘅 junior miners 都升到30倍嘅，即係講緊成個嗰個就係成個週期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都係有巨大嘅 potential 啦咁而我自己啦喺 IB 嘅呢一個戶口咧，year to day 啦，都係升咗40%咁我諗都係主要力靠咧係今年真係去建倉啦。咁我而家大概都係買咗20隻呢19至20隻嘅股票度啦咁我最近都有即係喺啱啱今個禮拜咧，其實我都有大量咁樣加倉咁其實一加倉冇耐，其實都 OK 嘅即係有啲都真係升到2成3成咁樣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呢啲嘅股票一定係即係個波幅係好大嘅啦咁所以我冇可能係即係買一隻咁樣咁所以我就唯有係分散風險嘅方法啦，打散佢咁我自己嘅做法都係即係去希望博到呢個所謂嘅20倍回報咧。咁我自己做法啦，即係唔係建議大家我自己做法，我都係即係可能用大概10萬至到20萬嘅澳紙咁即係大概50至100萬港紙啦咁就勾落去我呢一個嘅組合嗰度咁即係我覺得做財富自由嘅話即係真係要去達成呢個財富自由好多時候都係有機會同呢個你投資嘅心理有關嘅即係喂，究竟你坐唔坐得咁所以我自己嘅做法都係咧，我唔會將超過20% 嘅資金啦放入去呢個組合咯即係你起碼要瞓覺瞓得安樂先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淨係勾落去一隻度哇咁你真係好 high risk 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你有翻即係廿零隻即係一個合理嘅 sample size 咁真係做一個組合嘅話咧咁當然一定會有啲股票係嘛，即係好似大家睇翻呢一張圖咁樣一定會有啲股票咧係好鬼衰嘅即係淨係升得嗰幾倍嘅啫但係一定會有啲股票咧，你係會揾到即係買中咗可能升到100倍嘅嘢嘅咁但係你唔會知噶嘛，即係事前你個鬼知邊隻係會升到100倍咩咁所以咧即係只係可以透過即係分散去投資啦，即係去攞到個平均嘅一個回報咁即係呢個咧就係我認為我自己可以透過呢一個方法做到財富自由嘅喺而家呢個九運嘅時間啦即係去做到啦。咁當然啦，即係九運咁長係嘛，九運 last 成20年總會有好多機會嘅咁我最近同另一個 KOL 啦，即係阿雲迪財經台嘅雲迪啦咁都食過飯咁大家都有討論即係喂，究竟crypto 會唔會有機會咧咁我都唔排除嘅，即係始終九運都係旺啲虛嘅嘢啦旺戰爭啦咁旺即係就算 even 我哋啱啱頭先所講脫歐呢一樣嘢其實都係離卦嚟噶嘛係嘛，即係離卦就係分離嘅意思咁你咪就係炒佢哋中美脫歐都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咁當然人工智能都係一個大方向啦，即係如果你講離卦係嘛，即係就係講呢個科技啊嘛係嘛，咁貴金屬係嘛，即係當然啦，主力都係黃金白銀咁其實就係因為你炒呢個即係戰爭嘅因素咁我諗都即係戰爭可以係令到黃金上升嘅一個因素啦咁但係我相信就係冷戰就會更加係嘅即係你見到呢個全世界即係分裂成為兩個陣營嘅時候，咁我諗呢個都係絕對係一個即係喺九運啦，我哋投資上邊要留意嘅嘢咯咁我諗今日啦，即係都好 overall 啦，即係同大家去分享咗，即係我覺得即係首要
一啲嘅財富自由究竟喺九運可以點樣做法啦即係觀察翻而家成個宏觀嘅經濟啦，係點樣去配合到係有啲乜嘢方向啊？大家係可以去觀察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最後啦，咁都講下即係我自己嘅一個即係目標嘅組合啦咁當然我覺得即係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嘅係嘛，咁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唔同嘅做法嘅不過我就會即係選擇翻堅信自己嘅信念咁去做啦咁so far啦，有啲會員都有即係年頭嘅時間有跟到我一啲嘅倉位啦，係咪都係投資黃金相關啦，係嘛即係一年賺到80%咁我諗都跑贏好多人噶啦咪淨係買 ETF 都搞掂另外我自己即係我諗除咗做一啲長線投資咧，咁我都會短炒下嘅咁亦都 inspire 即係服我嘅朋友啦即係帶到一啲 idea 俾我啦咁我自己嘅 trading style 咧都有啲改變喺最近即係都捉到美股即係喺大升市之前啦就買啦即係靠期權啦咁亦都可以即係攞到一個幾唔錯嘅回報啦咁當然啦，即係我自己就唔會無時無刻都喺度炒嘅即係始終即係正如我哋講話炒美股好辛苦即係你係真係瞓唔到覺咁所以咧即係幾樣嘢啦，即係無論係短線嘅炒賣啦或者係中線啦，即係我每個禮拜都會同會員 update 翻，即係各大指數即係究竟有啲咩出入位咁仍然有啲會員係炒港股噶嘛，係嘛，咁我都會喺我個即係會員 channel 嗰度即係去做功課update 大家嘅咁最後啦，大家有興趣就加入啦，即係個 Patreon 啦咁我諗今日呢條片嘅時間咧就去到呢度啦，咁祝大家咧有個愉快嘅復活節。